飛灰，領化飛灰，不作浮塵，不作浮塵，沒有抗爭，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哪有改變？今日咧，我哋沉痛咁宣布，面對強大嘅政治壓力，我哋考慮過各方面嘅因素，特別係對我哋嘅會員同我哋同行者嘅影響，我哋只能夠沉痛地去宣布解散。艱難前行咧，即係呢幾年我哋係不艱難咁前行，到今日咧，我哋已經走到盡頭啦。我哋係有愧於心，因為我哋好明白喺而家嘅骨跑下，如果係骨跑嘅效應之下咧，社民連會係最後一個宣布所謂括弧啊自願解散嘅組織。前路維艱，社民連作為一個組織咧，喺香港嘅社會運動史裏面，我哋要鞠躬落台啦。